依家啲業主啊，實在太艱難啦。當初買翻嚟60-70萬嘅單位，如果唔隨便蝕翻個20-30萬啊，都冇人睇佢間屋啊。今日我哋帶大家睇翻嘅咧，係屬於一個2房向海嘅戶型。早期業主咧真係使咗60幾萬買翻嚟，真金白銀嘅。家陣啊，一嘢降到42萬，俾大家去了解下呢間最新嘅單位先。蝕錢都唔緊要啦，最緊要係蝕埋錢，仲要重新幫你執下間屋呢樣嘢先係緊要啊！業主家陣咧，仲要重新翻新下牆身，基本上咧做得非常之市正啊！不過業主人真係好好，老老實實啦。阿 Raymond 之前帶過咁多業主去睇個樓，真係未試過有業主做得咁貼心啊！預埋咁多支水俾到我哋啲 agent 去飲。咁啊，當然啦，水係唔值錢嘅，但係最關鍵係份心意係做到足。成間單位咧就採用咗一個即係比較簡潔嘅設計風格啦。咁啊，依家現時嘅飯廳位咧亦都坐得到4個人。牆身咧重新油咗白灰。不過講真嗰句，我覺得白色咧就會顯光身少少。咁啊，碧桂園早期交樓嗰陣時咧都係屬於係黃身嘅，咁啊可能成間屋咧就會有少少暗。但係呢間屋正好，採光非常之 OK。一線嘅海景單位，69方2房戶型，正咧係望翻成個十里人灘1至3期嘅外圍景觀。啊，嗰邊咧就係水藍天啦，嗱嗰邊咧就係海雲天啦，側邊就係水藍天啦。遠少少嘅就去到梵高的海嗰部分。咁大家依家睇翻啦，咁成個單位居住嘅人口咧都唔算差。下低咧嗰條綠道咧，朝頭早可以10運，再加埋咧隔離就正係3期嘅樞紐站，行路過嚟都係去到那麼6分鐘就搞掂，正適合我哋通勤於香港同埋深圳之間嘅朋友。呢間單位嘅戶型咧現代風格，基本上冇咩太多嘢執㗎啦。咁家陣咧睇下房間嘅設計，例牌嘅2房戶型都係一樣嘅設計風格。廚房位比較長身，包括 Raymond 自己依家住緊嘅迎海，亦都係咁嘅設計。生活空間呢個位置擺翻咗個洗衣機嚇，咁啊窗台個位置咧直接連通嘅。咁啊出邊亦都會有個熱水爐嘅位置設計啦。廚房都算好大嘅。咁啊呢一間房咧就用翻啲簡潔嘅設計啦，一張紅木嘅床褥啦，跟住再加埋一個好薄切切嘅中女床墊啦。成個單位都翻新過㗎啦。咁依家現時咧就整體售價就去到42萬。戶型方面都好實淨啊，包括咧呢間主人房出邊亦都睇翻個大嘅海景，視野都係非常之好嘅。戶型方面咧，我哋再睇翻個洗手間先啦。呢個位就係依家現時嘅洗手間位啦。咁啊，包括呢個洗面盤嘅位置亦都改咗啦，所以基本上大家見到唔會見到好似早期嗰種設計。唯一不足嘅咧，因為3期咧嗰個淋浴間同埋馬桶區咧，佢係冇乾濕區分離嘅。呢樣嘢咧就可能有少少問水啦。不過見仁見智，勝在咧呢邊係望翻個海景個 view，OK， 亦都係2房，貴有貴買，平有平買。反正咧2房戶型一線海景咧，無論作為度假又好，或者係退休長住又好，咁個價位真係去邊度揾啦 ？OK， 咁如果假如對呢套單位有興趣嘅朋友，隨時可以聯繫我 WhatsApp 或者加我大陸嘅 WeChat。有咩需求可以同我 Raymond 溝通。下一期咧，我哋將帶大家去睇翻最新嘅其他戶型設計。好，下一期見，拜拜。了解咗咁多，點個關注先嚟。